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检方要查敢有成为过失约谈乡长等4个人，检方认为乡长呢罪嫌重大，确定是羁押禁见。去年12月19日，这县长嫌犯伫台北一温暖杀人的案件，检方今日侦结，也因为这个嫌犯已经死亡，最后是无起诉处分。花莲凤林分局一个关注民警察和朋友去拍拉无涉哩，弹到其中一个朋友不幸过往，依照过失致死罪嫌侦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咧，去年呢，这台北一温暖杀人的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专案在今日终结，也因为这县长的嫌犯已经死亡，北检是无起诉处分。检警是认为讲呢，这嫌犯对工课场所适应不良，和厝内面的人关系疏远，搁无朋友，加深着违反社会情节。认为讲这乱杀人是有计划过，目的就是要引起社会关注。身躯顶的装备摕落来，伫楼尾顶行来行去，嫌犯到尾跳楼身亡。去年底这件台北随机攻击案造成3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专案15终结，因为嫌犯被告已经死亡，检方依法无起诉处分。不过检警想要为查扣个人电脑笔记，也甲查封100外个边仔的人追查犯罪目的。最后综合研判，嫌犯被告所作所为是高度计划性、表达性犯罪，为了引起社会关心甲惊吓。它并不是典型的冲动型的犯罪它是将犯罪本身视同向社会表达、宣告自身存在的表达式犯罪试图透过扩大社会震撼来表达自身存在以及影响力专案小组嘛利用3D 技术模拟嫌犯被告案发过程，也甲多网路线，看会出来伊经过长期的策划，因为个性较无爱甲人讲，对重制度、重责任的这场环境适应不良，佮出现求提价、闪避的行为，甲亲人佮较无联络，较无甲人交陪，较孤单，伫遮侪因素的影响，加深反社会情节，佮伫112年都产生犯案的想法。在113年6月开始。有搜寻随机杀人的关键字，搜寻郑捷杀人，搜寻随机杀人。最重要的是，他在北车攻击以后，他也搜寻了媒体报道北捷被攻击的相关的画面。嫌犯被告无差别攻击，事先真侪解查看现场，ក៏已经人侪所在犯案。经过检警大规模清查，查无共犯，确定是单独犯案。专案嘛甲政治宗教无关系，无发现有境外资金投入。专案小组更加认定，伊伫案发了后落楼，毋是逃脱意外，是选择自杀。不过即马被告已经死亡，被害者家庭的后续求偿是毋是会面临困难，嘛引起关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去年呢，这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造成19人死亡、5人失踪。也要来厘清讲，敢是有人为的过失？检调昨去超公所，甲乡长等4人约谈。经审了后呢，这检方认定乡长林清水无依照灾防范积极甲民众疏开，而且这铁力人数家暴，涉嫌犯着伪造文书、过失致死等罪，罪嫌重大，确定羁押禁见。乡长对于检调的指控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我们要跟乡亲说的。经过10点钟的侦讯，光复乡长林清水甲秘书郑元宝，也有乡公所人员10时暗时被移送花莲地检署复讯。检方侦办马太湾溪崩山湖大水案了后，认定乡长林清水是嫌伫灾害发生进程无积极撤离民众，佮互报撤离人数，用民者无优先撤离，最后造成19人死亡、5人失踪。被告4人经检察官讯问后，认均涉犯行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公文书及过失致死等罪嫌重大。其中林姓被告有勾串共犯及证人之余，有羁押的原因及必要，予以当庭逮捕，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因为乡长林清水捌伫0923大水发生进程，对外表示撤离人数为697人，一些增加到8,000人，已经超出公所能力范围，影响各地方是毋是要责任？检察官是认为县府甲中央是多多单位，公所量能不够，爱请求协助。不论是中央或地方，的相关主管以及承办人员，我们都会进行调查厘清。会有第2波、第3波的行动吗？没办法排除。那各界在质疑为什么会拖那么久时间？这中间有什么考量吗？这中间完全没有任何的考量，就是因为本案所涉的主管的这个权责单位太多。
检方指出，看证的主管看证单位前置，检方无排除进一步调查约谈。另外，公诉秘书甲科长也有承办人员等3人，检方认为无羁押必要，分别15班到20班交保。另外，用电子监控限制自己，也有出海出境。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民调已经公布啊，立委陈定辉赢过林俊宪，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南市长。陈定辉讲有信心争做台南400年来头一位查某市长。那伊的对手呢，就是这国民党立委谢龙介，伊就口说讲家己袂用网军，也袂干涉供电案。那讲到这年底的市长选战呢，也是这2人第6届对下了。含竞选团队做伙行一个大礼，感谢各界的支持。这个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民调公布结果，立委陈定辉赢对手林俊宪2.69%，确定代表民进党参选。我也会尽快的时间安排拜访。那我们也会请益林俊宪委员。陈定辉讲，也向赖清德总统黄伟哲市长来请教，嘛较紧来拜访立委林俊宪。这摆民调输去，林俊宪嘛向支持者回实的。是我个人的努力不够啊，这个结果让大家失望。2026大选，我也会支持陈定辉委员。2026年台南市长的选举，陈定辉对战国民党顶调的部分区立委谢龙介，2个人对议员、立委到市长的选战当中交手6摆。谢龙介恭喜陈定辉出线，话话爱来一场公平的对决。不过去讲到网军供电案，敢若是要表达什么？我是不会动用网军，那也不会涉入光电。陈定辉和总统赖清德的主代表林俊宪初选的竞争是真激烈。学者丁仁峰认讲，陈定辉先传出和总统赖清德袂合，初选期间真侪民进党立委议员拢挺林俊宪。陈定辉要整合民进党各方的势力，恐惊会比林俊宪较困难。派系力量会有一些新的一个冲击那个变化会很大。对于赖氏来讲的话，是一个考验；对于陈亭妃来讲的话，如果他有机会当选市长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不过台南市嘛，等于是赖清德总统的不命区，为着2028总统大选是一定要整合。学者认为讲，未来民进党在台南的派系有可能结盟，还是结合，嘛，预估这对地方是造成真大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欢喜家一报报道，总统赖清德将有可能会去参加进前友邦洪都拉斯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会过境美国。那这个消息呢，总统府已经否认啦。有学者认为讲呢，这美国媒体放这个消息出来，可能是故意要让中国有所动作。洪都拉斯2023年3月，甲中国正式建交，佮宣布甲咱断交。不过，洪都亲台派总统当选人阿斯夫拉伫要就任。欢喜家日报报道指出，总统赖清德有可能安排访问，若出席27咱前友邦总统的就职典礼，甚至有希望过境美国本土。不过，消息一日出来，总统府否认。相关报道纯属臆测，元首出访如果有确定的行程，将循例适时向国人公开说明。而点解赖总统过境美国是2024年底访问太平洋友邦过境夏威夷甲关岛，搁进前一届是担任副总统期间，以特殊身份带团出席巴拉圭总统就职典礼，过境纽约、旧金山。典礼进行了后，也无以总统身份真正踏入美国本土。我们现在台美关税还没有做正式的敲定，千万不要因为赖总统想要过境美国东岸来作为交换条件。过境或者什么时候要拜访我觉得呢，这个因应国际的情势一定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不需要拘泥在过去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来做这件事情重点还是实质的关系。对川普动作主义的影响，学者杨建平分析，即阵智利、玻利维亚等国的选举，拢为左派转右派，国家洪都拉斯规个拉丁美洲情势渐渐对台有利，不过也是受台美关系限制。外媒放这个消息，恐惊是想要趁这个机会对中国施压。依照我在拉丁美洲长期的经验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中美洲各国与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那中国大陆有180几个邦交国，它在中国大陆的重要性，应该是很低的。但是唯一重要的就是跟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维持邦交。对洪都拉斯亲任亲台派总统就职，可能改变外交政策，甚至甲咱建交。不过杨建平嘛提醒，因为伫川普1.0时期，咱中段3个邦交国，美国当时无采取任何行动，恐惊咱无应该伤过头乐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立法院针对总统赖清德的弹劾案件召开第2场的公听会，那立白国党团的拢推派专家学者来讨论。其中呢，这民进党立委王岐川用台语发言的时阵，形容去洪那也推派学者张亚中要求讲爱讲国语，也就是讲华语的意思。王岐川是真不满，就要求伊去找翻译。就台语团体批评学者唔那对国家语言法完全无了解，也要求讲台语袂当搁再受人打压啊。立法院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第15办第2场公听会，各党团拢有请专家学者参与。那也请的学者张亚中批评赖总统一寡作为已经达到宪法红线。另也请的律师林俊宏是认为弹劾的理由之一是行政院长唔负责，但是弹劾的对象却是总统根本无合理。另外，民众党推派的学者张其乐是认为，目前的宪政世界是咱得上少数政府的总统下底出现制度的失灵。当立委王岐川用台语讲同意张其乐看法的时，所雄雄去互张亚中要求伊讲国语。制度上的目前的设计啊，今仔办这公听会，后壁搁要拖国语好不好？我们就彼此尊重，好吧？来，继续。什么意思？主席爷什么意思？哎，请继续发言，没关系啊。我用什么话讲是我的权利啦。啊，你若听无去做翻译啦。后续立委沈碧荣嘛，以国家语言发展法强调，台湾各有族群的语言拢是国语，无应该受歧视还是限制。有台语团体嘛批评张亚中对法律无了解，主流社会独尊华语完全无法律基础，嘛要求袂当搁互台语在公共空间受人打压的情形搁再发生。中国国民党呢，伊的心态对1949年到即阵拢无改变，就是要以中制台。咱若是讲希望会当继续维持咱台湾甲中国互补联。国家认同上具体的就是语言，咱来共同来破除独尊中语的这款的想法，或者本土语言啊，搁重新徛转来这个公共的空间。针对翻译的问题，虽然英国立法院都有试办过各种国家语言之间的统一服务，也毋过台语团体认为，应当平常时就爱有这款服务，互所有的人拢通用家己的语言来表达协助沟通。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花莲这凤林分局有一个原住民警察休假的时阵呢，和2个朋友上山去拍蜡，这蜡青雪无细里射枪指出来，弹到一个朋友，害伊不幸来过往。那这个警察呢，有2支蜡青拢无合格登记，分局除了暂停配枪的资格以外呢，进行行政裁罚，专案会向过失地市来侦办。警方暗暝伫选区搜证，花莲凤林分局一个县道员警趁休假，15透早甲2个朋友开车去马石山拍蜡，半路员警甲姓朱的朋友落车去便所，蜡青无藏好，穿倒来雪结发，甚至激到姓朱查甫人正面刑砍，算完了后救无倒来。警察局派员调查及鉴识采证，查扣相关证物，依法处理。同时，本案报请花莲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以厘清全案真相及相关责任。按花莲商业道路早起路边会夜也第2县道员警目前已经暂停配枪的资格，后续会送行政裁处，专案嘛以过失地属方向侦办。因为他具有原住民的身份，所以未来是属于行政裁罚，将会以裁罚相关的一个罚款。蜡青装伫证物地内，这2支一式自制蜡青拢无合格登记。目前原住民使用的蜡青依法主要分做2大类，假式蜡青组成零件有规范、较安全，爱10万以上。不过原住民大部分使用自制一式蜡青，因为成本敢需要1-2万。警政署只开放的是单发的，那就变成说他必须要把一些功能给排除掉。国外在厂商在制作枪支的时候，所以那些都是其实严格来讲都是特制的。这个特制的状况下面又有最低出口需求的这种情形，你大概一支枪10几万拿不下来。自制蜡青因为都摆发生几多件蜡青误杀案件，民团呼吁政府制定合理的计数，也加有效淘汰机制，让拍蜡人会当得到较安全的假式蜡青，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再发生。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一间教保机构顶年逼出一个姓陈的教保员，甲囡仔卡来手内骗数，上细汉的受害者才3岁尔。今仔日2审甲伊判刑8年，不过含1审比起来，法院2审认定因为这证据不足，受害者死的剩3个尔，也若家属是无法接受。
现场关门串户看板已经拆掉啊！台北市这间原本是教保机构，是国防部委托民营，无想到教保员单价和涉嫌对幼囡仔乌白来，上细汉敢若3岁，15二审宣判，依照对未满14岁男女犯强制威胁等等4罪，判以8当徒刑。被告身为幼儿园的教保员，竟然为了满足私欲，先后对 B 童、C 童为强制猥亵的行为，让他们没有办法在幼儿园当中获得安全的保护。高院合议庭伫咧判决内底批评，做教保员的单家汉竟然为着满足家己，伫囡仔遮尔细汉的时阵，甲人威胁，造成人囡仔身心创伤。尽管二审判的刑度是甲一审同款，但是法院认定的受害人数为4个人变做是3个人，互家属无法度接受。我的小孩在家里说他有被侵犯，只是他在陌生人的法庭上没有办法说出口。那难道这样就不算数了吗？新学校的老师才告诉我说，别人靠近他会很莫名的恐惧。法官，你没有看到，你就当他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吗？每一罪都是3年6个月，然后乘以4个罪，等于是45年的罪，最后还是一折再折，折到了8年，还是认为说过期。被害者的律师对着判决结果感觉真遗憾，会争取上诉，嘛对着单家汉台北市教育局、国防部来提出民事赔偿，当咧1审审理。同款是教保员干涉不法、社会正关心的台北市私立幼稚园的性侵案，已经去用判刑的毛俊新，佮去检方查到侵犯40位查某囡仔，另案起诉了后，14二审开庭，伊第一届伫镜头前会失礼，但是安尼案件这几年一直发生。民间团体也好，政府单位也好，大概提出了一些跟法规还有儿童工作证这个部分的一些制度。那我们都希望这样的制度能够尽快的讨论跟确定，而不是就是一直还悬而未决。现代妇女基金会呼吁，包括建立儿童工作证制度的修法，就要赶紧通过，也个到监视器。负责人做好通报责任，这拢要赶紧做，莫阁互后一个囡仔受害。公司新闻单管分单方日台北报道。消署有伫咧查食品进口业者，全台湾有7间公司无老实申报，其中上严重的就是高雄一间食品公司，竟然查到35件过期食品，其中有鸡排已经过期8年啊，甲业者罚30万。卫生局稽查人员伫违规的食品顶管打封条，高雄这间食品公司共发现竟然有5种产品过期，包括肉片、油片、酱料、米制品、菜色水果加水产加工品，拢总有35件，925公斤。其中有一项鸡排是1806年8月28日的到期，也就是讲已经过期8档啊。前镇仓库内发现逾期食品，现场并未发现围标或改标等违法事证。据查，该业者销货对象为渔船，该批逾期食品未有流入市场。这摆是卫生部食药署联合各地方政府卫生局稽查，检验全台230间进口业者，稽查重点包括食品登录、管理甲过期食品等等。结果包括空信公司在内的6间业者，因为无建立对数追踪系统，申报无实在，无食品安全监测计划等等。罚3万到6万不等的罚金。另外，高雄的东湖公司因为囤过期8档的鸡排，拢总罚30万。专家表示，冷冻过期的鸡排，若食了对人体无帮助，颠倒佫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像金黄色葡萄酒精、大肠杆菌等等。然后我们在烹饪当中的话，也担心说，这种受到环境中的微生污染的鸡排，它会有食安的疑虑。然后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食药署表示，有业者已经不是第一摆违规，未来会列做重点稽查的对象，嘛提醒食品进口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相关规定。记者胡兆勇高雄采访报道。讲到台美关系，大家是拢真关心。根据着路透社的报道，讲协议伫1月底才有可能就来宣布。那经贸办是表示讲，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和总谈判代表杨振宁24暗已经去到美国进行第6届协商，按算会后会公布这有共识的内容，明日再来签约。那纽约时报进前有报道讲，咱的关税15%，不过这台积电呢，就爱去到美国投资，实际上无5组，而且呢，创也正式启动232条款半导体关税公告，外界也开始伫咧烦恼讲，咱台湾的晶片产业会受到影响。
台美关税谈判进入最后一里路，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对台进口关税会比较一函降到15%，按过讲话条件是，台积电按伫亚利桑那州个投资至少5间半导体厂。路透社引用消息表示，协议有希望伫1月底正式宣布。行政院经贸办公室证实，副院长陈丽君、总谈判代表杨定年则是已经去美国进行第2摆实体参详。期待会有一个意义的进展，让国内的产业能够迅速的去适应、调试整个国际经贸新秩序相关的特别预算跟政策，也能够逐一全面的对产业界的协助。针对关税谈判，经贸办指出，即摆有4项目标，包含对顶关税9条公布贴加，也有232条款关税最优惠待遇。第3是以台湾模式拍入美国供应链，佮请美国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最后是促进台美贸易平衡，加做 AI 供应链战略优化关系。同时，亚利桑那州航空社市长来台访问，15签署企业创新联名 MOU， 深化台美经贸关系，特别伫高科技加数位经济领域交流。前一天总统罗清德接见航空社市长，佮往望台美双方应早日完成签署，避免相庭扣税协定。We're looking forward to any announcements TSMC might make, and we want you to benefit from the wonderful partnerships we have with Taiwan. I had the chance to meet with President Lai yesterday, and he is so supportive of growing economic activity between Arizona and Taiwan.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启动半导体232条款，对特定先进的运算晶片扣15%关税，强调若是支援美国供应链就无适用，也好外界关心是不是冲击台湾晶片产业。232的这个条款的部分也是我们这次谈判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关于大家共识的结果呢，会在结束之后来跟大家来做说明。行政表示，团队谈判过程真艰难，时间长，未来谈判有相当结果，会伫适当时机向社会报告，则法定定数将完整协议文本，甲影响评估3个会审期。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2025年第4季的法说会今日举行，公布去年1年的营收是3兆8090亿，毛利率要到6成，赚超过1.7兆，创历史新高。若讲到今年度的资本支出，预估是美金520亿到560亿，也是历史新高。若讲到这台积电到拍算要伫咧美国加起5座精英厂咧，因的财务长黄仁昭是无正面来回应。确定是5座的数字，哪一张你没有整个数字做？先受到5座晶圆厂国去美国这个传闻的压力，晶圆大港龙头台积电15召开法说会，公布2025年全年台积电规年的营收是3兆8090亿，毛利率是到59.9%，归属母公司的净利1兆7178亿，创新高。收入在2026年预计资本的支出是高达520亿到560亿美金，创新高。We expect 2026 to be another strong growth year for TSMC. And forecast our full-year revenue to increase by close to 30% in U.S. dollar terms. Both in Taiwan and in Arizona, we speeded up our capacity expansion to meet the AI demand. 台积电强调需求真强，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照232条款对特定半导体是扣25%的税，这敢会冲击到台积电的营收，各界真关注。China wants them and other people want them, and we're going to be making 25% on the sale of those chips, basically. So we're allowing them to do it, but the United States is getting 25% of the chips in terms of the dollar value, and I think it's a very good deal. 对半导体产业敢会冲击法说会并无说明，但到董事长魏特家关心台湾电力供应的问题。I worry about the electricity in Taiwan first. I need to have a lot of enough electricity so I can start to expand the capacity without any limitation. AI 的用电的需求，还有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产能这个扩增的需求其实这些都已经纳进来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电力绝对是充足的。台积电并无出现发税行情，15股价是收伫1690块，大盘嘛收乌落131点，收伫30810点。不过，魏特家强调讲 ，AI 的需求是真真，佮看好2026年的营收。外资的报告嘛拢调悬目标价，16个台股敢会对欧变红，各界是真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会今通过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老农津贴对即卖8801块调悬到10000块，超过13年无变动的排付条款，即回也放零落。另外，本地每4年会依照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调整，即届草案呢也增加着期中检讨的机制。去年底立法院审查老农津贴暂行条例修正草案，部分条约立委拢提案提高老农津贴，即马8110块，立委感觉应该加到9000、10000，甚至上悬15000块。15行政院确定要提高到10000。农业部坦白讲，若是敢若以 CPI 成长3.8%来看，敢会当调升到8380块，所以决定以100年做基期 ，CPI 成长7%，佮加其他因素一捆提高到10000。如果只有计算这2年的，对于农民他们的生活是有压力的，所以我们基于考量现实状况、经济环境，还有整个这个民意的反应，所以我们就选定以1万块。老农津贴的排付条款嘛超过13年无修正，农业部决定把个人所得50万放宽到60万，土地价房屋价社为500万提升到1025万，佮三度家己大的房屋扣除限度，会增加7654个农民受惠。另外，我那增订期中检讨机制。那满2年之后，那再重新的检讨。如果说消费者物价指数超过了3%以上的话，那也必须要启动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那行政院版本伫立法院审议通过，会超过53万个65岁以上老农受惠。不过政府原来增加129亿的支出，学者认为农民福利虽然爱提升，不过是不是会增加其他农业资政，都要进行研究。算福利制度，它并不是农业生产跟发展的制度。增加农民福利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好的，要怎么样能够兼顾其他农业政策的均衡发展，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学者呼吁提高津贴，嘛必须要有严查资格等配套，让真正的老农受到照顾。前农业部长陈吉仲嘛呼吁大幅度提高津贴，会增加农业预算，佮建议未来加入农保的人，因的农地资格爱为1分地提高到2分地，避免造成农地分伤幼。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独居老人的问题是愈来愈多，甚至厝头间呢，较无爱甲厝说互独居的老人等等。台北市长议员建议市政府互抽到社会主体老大人，会当带规世人。然后都发会是表示讲，已经互独居老人优先来带社会主体，若阵搁再放任到因100岁年老，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麻烦你开门，我伫顶。原来画面，原来背景的楼梯为防止独居老大人可能有突发状况，加上最近天气变化大，里长闹时间就会来关怀。经济部房间则发现空间无够5平，而且卫生租金2人斗阵分组，一层楼差不多4-5户，还佫爱共用卫生设备洗衫机。里长强调，真侪独居的老大人洗厝，会先考虑介绍，会放弃大的品质。住家袂少年的，20年才有20年的，无钱我蛮不灵啊。他就一定要仰赖着政府给他的补助，越低当然是越好。所以相对的相形之下，环境都是不是很好。你看那个壁癌、潮湿、霉味。独居的老大人拄到的大困境袂少，长期关怀老大人议题社会团体表示，伫细厝市场会面临处处无愿意出租，租期低价情形，对年岁已经大、行动甲健康条件受害老大人来讲，常常搬出增加生活风险。房东基本上是很害怕老人来承租他的住宅，如果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或发生什么生老病死，好这些事情，房东都觉得太麻烦了。考虑老大人歹洗厝，台北市议员李鸿儒建议台北市府建议互符合条件，而且抽到社会主体老大人有终身续大机制保障。可能会影响到所谓弱势户跟一般户申请的相对应的权益。社会局已经定有相对的停点机制，长者他有较高的机会可以来入住我们的社会住宅。台北市都发局强调，已经带社体老大人租期满一万元个申请，达到间接延长居住年限的目的。若无得到续租资格，社会局会提供辅导加税处配合。吴玉琴认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多老问题一定要面对，呼吁提悬社体量能，去高龄者社体和老大人应安享天然。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即摆网络顶头卖物件有真侪诈骗，伫咧台北呢，有人想要卖这金破链，买的人讲吼，这金破链爱摕去互火烧看卖，才知影讲这是真的金啊，说一去不回头啊。另外呢，也有立委担用互人无名诈骗，用 AI 做广告伫咧卖酱料，也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一定爱提高警觉。监视器翕到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对这个要卖黄金破链的人手内，将破链摕来了，惊讲要用灶骹的火检验是真的也假。结果山雄雄走入去，事先停伫咧下底车逃走，将这条59万的金破链骗走。台北市中山分局对监视器立人，伫新北市新庄抓到这个查甫人。是在餐厅与脸书社团认识的买家面交黄金项链时，遭对方假借以拿到厨房辨别真伪为由诈骗。一那台东的立法委员陈景也发现家己正做诈骗的受害者，互人翕做影片伫网络宣传，为这种伫太马里乡发现的乌香路做的酱料，不过伫即马台东的乌香路也未商品化。但影也澄清，影片内面唔是伊本人，敢若是互人用 AI 造假，用公众人物的身份代言网络购物，连声音拢共款。警方已经开始调查。看到这个诈骗的影片哦，其实我吓一跳哦，因为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分辨那个声音。警政署讲，伫最近诈骗案件是以网络购物诈骗上多，去年12月就有4000多件。警方讲，要往年啊，民众若伫咧网络买物件、交汇甲汇款的时阵，拢爱详细确认甲查证。记者综合报道。5月底要通车的淡江大桥当咧收尾啊，为了要让这座桥会当搁较稳定，伫主桥塔有使用液态黏地性阻尼器 HFR， 唔惊地动强风来进。若讲到3礼拜前呢，这宜兰外海发生规模7个地动，工作人员也随来检查这淡江大桥，确定这结果无问题。日头就过敢若琴弦同款的持油降速，对工程团队的引导，淡江大桥桥顶的风景正式展现。淡江大桥的桥体已经全线完工了，而目前正在进行景观灯等安装的后续工程。而我们可以看到呢，全桥共有94束的斜拉钢索，它最长有441公尺，是最醒目的视觉焦点。做全球主跨上长的蛋塔无对称斜张桥，斜拉钢索是核心构造的重点。每一支斜索顶悬皮的阻尼和主桥架减震系统，会当抵抗透风和地动引起的震动。其中设伫的主桥塔的液态黏性阻尼器，会当对抗常常有的地动，维持结构无损害。我们在最近的那一次的地震的影响之下，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构的一个状况？跟各位说是没有的，因为我们这7根的 HFR 已经开始启动，开始在运作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可以抵抗7级的一个地震力。普遍的工程嘛有重点，导入风生线的打马甲阿门头，特殊工法会当互下骹的钢桥无受到烧碰冷缩的影响，提升耐久度。目前各项工程拢来到收尾阶段，工程团队一路行过来，认为上有挑战性的，就是把各项材料调起来，不管曝日压雨，拢长时间做高空的作业。起雾的话是完全看不到下面，因为高度问题，雾来以后你看到半空中沟头看不到沟头。后面就完全靠下面的人去指挥了。这座桥呢，我们未来除了供给汽车通行，好，那我们也留着公车专用道，这个是要预留给未来的这个淡海轻轨来使用。好，那另外就是机车该走的区域，我们也会预留下来，还有脚踏车跟行人的区域。交通部表示讲，淡江大桥会缩短淡水和北里之间15公里的路程，省25分钟的车程，估计嘛会带动观光的发展。按算在5月初9就会举行通车典礼，5月12就会正式通车。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区的破爱路有设保护型脚踏车道，民众是真懊恼。不过，同款的设置呢，伫咧凤山凯旋路，民众却是真反弹。来设这第3条啊，民众是抗议讲会影响因做生意，也真歹停车。因为民众反弹呢，市府已经把这北边550公尺的车道全部封掉，干那保留南边的脚踏车道。伫车辆来来去去的凤山凯旋路，民众骑车骑伫新围的脚踏车道顶边，这个保护型脚踏车道目的是要将过路人甲脚踏车分开。不过因为脚踏车道拄好压伫路边停车格参人行道中，附近居民认为这会影响停车甲做生意，表达反对。不过嘛有骑脚踏车的民众，电到感觉这款设计加真安全。因为阮这边有做生意的嘛，上下货，伊若恁停去伫外口。也等到更愈危险，因为你也要落雨的时阵，
你是不是该经过你的机车道？大概一个礼拜可能看到1台而已吧。对，而且刚画完的时候啊，前面就出2次车祸了。说台北的话基本上都是停车格不会在中间呐。有这个规划这个路，我感觉对骑脚车的人会较安全。其实，这个专区第3条保护型脚踏车道原底伫凯旋路两边拢有，就是伫完工进前地方出现未少反对声音，受到民意的压力，市府落尾甲已经完成北边550公尺车道全部抹消，敢若剩南边的脚踏车道。当地居民主要的诉求在于停车的问题。那凯旋路目前车道设计以顾及各用路族群，车道均上下游对正。有助于改善原本过宽的路型，来提升人车的安全。交通局讲，这条凯旋路有未少上班的民众甲学生会骑脚踏车，才会规划这款新型车道。因会继续甲地方来参详，嘛希望维持这个脚踏车道的设计，会当连接到凤山溪脚踏车道，提供更较完整的骑车环境。记者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这几年，因为大设国计划，新竹和苗栗人是愈来愈多，学生也对咧增加。不过，学校的班级数量却是无对咧成长，特别是高中职真欠。行政院为着要解决教育资源不够的问题，有编3.3亿的校舍计划预算，要来起新的教室，才挺好增加班级数量。所以，因为总预算到达拢无审查，这大新竹高中教学权益自救会家长就呼吁讲，为了顾囡仔的教学品质，也个受教权，呼吁立法院赶紧审查预算。孩子的就学权益不能成为政治攻防筹码。新竹的家长伫咧立法院大声抗议，因为中央总预算到档也未审，影响囡仔的教育权。这几年大新竹苗栗因为大设国计划大量人口徙入，学生囡仔对咧增加，学校的班级却无对咧成长，尤其高中职特别欠。大新竹自救会指出，即马电视录取的分数逐年压悬，一班前38人全国上济。家长为着囡仔徛出来，要求立法院赶紧审总预算，通过行政院为着大新竹和苗栗编列校舍计划经费3.3亿，互因通建设新增加的班级。一个整个预算的 package 大约是40亿，3.3亿是它的头期款。当头期款不能准时全额的拨入的时候，你叫家长要如何相信后面的预算会通过？自救会指出，这个预算是用来起高中职新教师和征收的钱，预算就通过了后，才通落实班级增加的政策。新竹市府回应讲，第年度预算和中央补助计划会分阶段投入经费，嘛会增加高中职量能。新竹县府是表示，有针对弱势补助，目前县内有新起德北实验高中，也甲文贤高中和自强高中改做完全中学。112年了后，通互30班1000个学生会当就近读册。在114学年度成立数位实验高中，以实质增加高中就学名额。另外，新竹市政府也同步推动建工高中扩校以及分治计划。那会提3年的计划来争取那个偏乡的补助。那3年会补助偏乡跟级别部分会有200万，那非3非4一般地区会有100万的经费补助。自救会表示，为了增加班级的议题，已经拼了3年，真无简单。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才规划好势，115学年度公立高中职要增加38班，116学年度要增加56班。因也要甲定政署3个各党团抢头，希望立法院专业通过这项建设经费。记者卢尚珠、郑俊尧、丁君和综合报道。人讲台顶3分钟大卡归厝经，3年是出一个状元，不过10年才出一个小段小生。为了要培养到这传统的传统艺术人才，文化部办理着团结接班人，邀请正出名的先生，亲像是长美魂歌仔戏团、新团歌仔戏和台北木偶剧团的这些老师呢，来看教这学生。有6个艺生完成4年的培训计划。今仔日呢，由文化部长李婉亲身颁发结业证书给因。29岁吴义珍皇帝予伊的老师邓美云，感谢伊这4档来看教，但是邓美云老师茶无啉，背后有伊对徒弟疼痛。这碗茶就可比是艺术内面的茶，我们袂吞落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艺术奉献出来。再来呢？杯盖无要甲砍起来，其实艺术无要家己砍步。这4年吼，对阮来讲是一个真难忘的回忆，嘛是阮一个目标。
以后阮会继续往更高的地方迈进。文化部对民国108年开始办理团结接班人组团演训计划，要来协助戏班培育新一代接班人。对伫大师身躯比学功夫，今年是第4届拢总6名学生完成4档的培训。我想袂算。这2位是新团歌戏团培养出来的少年辈。92岁廖庆基老师看到歌戏有咧做传承，互伊真感动。老师吼，大家也真认真出来伫家伫拍拼呢，希望歌戏会带上传落去。伫计价等的最后，每一位学生除了亲身向老师行礼以外，文化部长也伫现场颁发结业证书，予每一位学生，鼓励因未来会当继续伫咧团结界追求家己的梦想。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昨呢，这泰国的东北部泰中高铁建设这工程路段呢，发生天车倒落来撼到一台列车，造成严重死伤。想袂到今仔日，搁再发生另外一站的意外。早起9点外的时阵呢，伫咧曼谷郊区梁亚处府，当咧起的拉玛二世高速公路建筑工地，天车也落落来，夹到下骹当咧路里走的轿车，上无有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警车继续去翕到车灯驶伫施工中的高架桥下骹，不过顶悬的吊车煞汹汹落落来。意外是汹汹发生，有驾驶发现状况唔对，较紧目久，现场是砰砰响。这个意外是发生伫泰国当地15早起9点左右，地点是曼谷郊区的梁亚处府，当地做拉玛二世高速公路的兴建工程，但是高架桥工地吊车煞汹汹倒落来，佮规个对下骹在喊，目前已经知影有2台车轰撼着，意外至少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ผู้ที่สัญจรทางแถวนี้ก็มี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นะครับว่าทางแถวนี้มีการก่อสร้างอยู่ในอากาศนี้รู้สึก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สำหรับ泰国最近是一直发生重大公安意外，就是伫东北部的河德省，离曼谷230公里的泰中高铁建设的工地，一台启动机伫施工的时阵倒落来，撼到下骹当地驶的客运列车，造成至少32个人死亡，64个人受伤。小连续2个重大事故，拢是当地的承包商意大利泰承包的。ดีช่วยน้องดาน้องชายแล้วก็น้องเขยครับที่ช่วยกันอยู่นะแล้วก็มูลนิธิอยู่5-6 คนนะครับอยู่ข้างบนโบกี้เอาคนตาย2 คนแล้วก็คนเจ็บได้2 คนแล้วก็เด็กน้อย1 คน泰国总理安努廷14过去视察，批评承包商意大利泰工程有明显过失。意大利泰工程是泰国上大的营造商之一。去年3月缅甸大地震，造成曼谷当得起的新建筑大楼倒起的案件内面，意大利泰嘛同款是承包商。กว่าจะมาก่อสร้างระดับนี้ได้มันเขาก็ต้องมีขั้นตอนมีวิธีการมีการคำนวณของพวกนี้ไม่ต้องพิสูจน์หรอกครับผิดอยู่แล้ว。这项建设是中国投资起的，属一带一路的建设之一。中国外交部讲，发生事故的泰中高铁建设，施工标单是泰国的企业负责承建的。目前事故的原因，还要等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伊朗百姓反政府示威，这政府甲因镇压。官方承认讲，这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0人，事实上真有可能是搁较济。那美国总统川普是支持示威者，也风声讲美军上近24点钟内就会发动攻击。伊朗的领空目前是半封锁的状态，真济要经过波斯湾的航班就爱靠别位。那这美英联军也陆陆续续对中东的基地来撤离啊。伫咧卡达乌大德的空军基地，气氛真沉重。卡达官方嘛证实，因为区域局势紧张，一寡美方人员已经用预防性撤离。根据外国媒体借用欧美官员的讲法，美军对伊朗的军事干涉行动，上紧伫咧24点钟内会发动。就算讲 Trump 伫咧白宫访采访上新的讲法是，伊方转达伊朗政权镇压抗议的杀害当咧减弱，不过伊要是无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They told me that there'll be no executions. And so I hope that's true. Does this mean military action is now off the table against Iran? Well, we're going to watch and see what the process is, but we were given a very good statement by people that ar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面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外交部长伫咧接受 Fox 新闻网专访的时阵回应，根本就无假行计划，佮强调因是甲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相战。不过，伊朗内部态度也是真强的。伊朗首席大法官伫咧看德黑兰加甲的时阵，公开逼促司法甲安全单位爱甲街头的歹人赶紧采取行动。اگر ببخشید کار دیر بشه حتی ممکنه همین کاری که امروز میکنیم 2 ماه دیگه انجام بدیم این اثر رو دیگه نداره که اگر ما تونستیم امروز یک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بدیم 2 ماه 3 ماه دیگه انجام بدیم اون اثر رو نخواهد. 伊认为，若是袂当伫咧短时间内对反政府示威者一篇法律审判甲惩罚，威胁效果就会拍折。目前估计已经有超过16000人去互拘留。伊朗的司法系统当咧面对正正毋捌有的破决压力。人权观察组织提出警告，认为伊朗政府最清楚的。 Trump 是甲处决示威者看作是袂使下过底线，不过这无代表风险会消失。若是抗争的强度减弱，德黑兰可能会利用司法程序秘密审判，伫咧短时间内大规模处决防涨掉的人。 If it goes back to business as usual, what we're going to see immediately is a huge exercise of using or abusing the judicial process to fast-track prosecutions and put people on trial and execute them in large numbers. 因为小镇的消息是一直传出去，波斯湾的天顶已经拢无飞行机啊。德国汉莎航空嘛宣布，飞去伊朗甲伊拉克的航班先暂停，足侪国际飞行机嘛拢驶过。虽然 Trump 态度真强硬，不过美国国内上新的民调所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伤过超过，而且烦恼可能区域战争会拖出去，会影响到美国资产甲海外官兵的安全。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 罗西亚军方最近去攻击这乌克兰的电力系统，无电通用烧气系统也无法度运作。总统呢，泽伦斯基14日宣布，能源部门进入紧急状态，几乎市政府也呼吁市民爱撤离去到安全的地点度过冬天。讲到这俄乌战争呢，已经拍卖4年啊，前线压力真大。新任的国防部长头一届伫国会顶头表示讲，有20万名的士兵落跑，也有200万人因为逃走兵去互通缉。 乌克兰首都基辅街路规个望过去白死死世国景象，摄氏零下19度，互人寒甲一直准的环境。因为电力系统互陆军崩歹去，所以6000户建筑的水电瓦斯拢无通用。上新的统计是94，还佫有471栋建筑的烧气也袂当用。公寓是寒甲敢若冰箱内，居民厚衫拢毋敢脱。暗暝一家伙爱包真厚的毯仔，揢伫一顶面床烧午烧。 Пережить, конечно, это тяжело. Да, так Великую Отечественную войну пережили, а тут еще такая война. 这是俄乌战争这4年范围上跨时间上久的大停电。基辅代理副市长罗潘杰列耶夫以战争毋捌看来形容目前烧气欠缺的问题，同时爱市民撤离去安全的地点过冬。 Внаслідок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енергетичних об'єктів було прийнято рішення про зупинку системи опалення в 6 тисячах будинків. 6 тисячах будинків ми провели оперативні роботи по злиттю систем при температурі мінус 10 і нижче. Це безпрецедентні заходи такого в історії існування систем централізованого теплопостачання ще не було. 总统泽伦斯基当日就宣布能源部门进入紧急状态，讲维修人员当日无眠无日抢修，佮表示当拍拼增加电力进口，通解决目前严重的状况。 另外一方面，前线战争紧迫，士兵承受真大压力，士气嘛真歹，甲刀兵这个风声真济。新任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则是伫国会的任命过程头一届对外承认讲，有20万的士兵献力职守，佮有200万人因为刀闪兵役互人通缉。 后礼拜未满35岁的费多罗夫是乌克兰上少年的国防部长，进前即将所谓转型部正成功的无人机作战计划，都是伊任内负责监督的。泽伦斯基是讲加强军队科技实力是费多罗夫的首要任务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 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4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6度；
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下个未来3港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